各位親戚朋友，今日多謝大家賞面來參加我仔周俊賢同新婦梁詠欣嘅婚禮。喜姜的婚禮背景音樂被一道尖銳又洪亮的女聲硬生生掐斷，滿堂歡聲笑語瞬間死寂。我穿着一身量身定做的港式婚紗，頭紗垂在肩頭，手上旋帶着剛剛交換的對戒，正挽着丈夫周俊賢的手臂，準備給台下賓客鞠躬道謝。下一秒，婆婆方秀琴一把闖過司儀手裏的無線話筒，動作又快又狠，壓根不給任何人反應的機會。她站在舞台中央，挺胸抬頭，臉上沒有半分取人式的喜悅，反倒透着一股志在必得的精明傲氣。數是全場一圈之後，字字清晰地扎在所有人耳朵裏。今日我當中講清楚，之前承諾嘅50萬彩禮作廢，一分錢都唔會俾。轟！整個廣州番禺這家港式婚宴酒樓瞬間炸開了鍋，桌椅輕微挪動的聲響，賓客倒吸冷氣的聲音，小聲議論的嘈雜聲，層層疊疊衝了上來，滿堂穿宮帶喜的場面瞬間變得無比尷尬荒誕。我身邊的周俊賢身體猛地一僵，指尖下意識收緊，死死攢住了我的手腕。我能清晰感覺到他掌心瞬間冒出的冷汗，旋有滾身抑制不住的慌亂。他側過頭，眼神慌亂地看向自己的母親，低聲急道：媽，你做乜嘢？快啲將話筒俾司儀，唔好亂講。方秀琴壓根不理佢兒子的勸阻，眼皮都沒抬一下，握着話筒的手更穩了，語氣反倒越發理直氣壯，像是早就打好了默傳算盤。我亂講，我講嘅係大實話。他抬高聲調，故意讓全場幾百號賓客聽得清清楚楚，擺明了要當眾拿捏我。大家都係睇住我哋周家大嘅，我哋兩公婆早年喺香港打拼幾十年，捱盡苦頭，先攢下少少家業。依家娶新婦、酒席、三金、婚禮佈置、改口公包，邊樣唔使我哋周家出錢出力？之前話俾50萬彩禮，係當時未定數，係口頭客氣說話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哋粵港一大嫁娶，講究嘅係心意，唔係賣女。梁家又冇陪嫁豪宅豪車，憑什麼要我哋周家掏50萬巨款？這話一出，台下議論聲瞬間炸開。我站在舞台上，一動不動，臉上沒有哭，沒有怒，連一絲慌亂都沒有。身邊不少親戚朋友都在偷偷看我，有同情，有看氣，有詫異，誰都以為新婚當天被婆婆當眾毀約，當中落面子，我這個新娘子肯定會當場崩潰，大哭大鬧，要麼就是委屈落淚，忍氣吞聲。畢竟今日是我和周俊賢的大婚之日，一輩子一次的婚禮，誰願意鬧得人盡皆知，收場難堪？大多數女人遇到這種事，為了顧全婚姻，顧全臉面，只佢硬生生忍下來。但我梁詠欣偏不，我太清楚方秀琴的心思了，她根本不是拿不出50萬。周家早年在香港做泥料加工生意，回流廣州之後開了小貿易公司，家底不算大富大貴，但50萬絕對拿得輕輕鬆鬆。當初提親，是方秀琴自己當着雙方所有親戚長輩的面，趁口拍胸脯承諾，我哋周家娶新婦，絕對唔會委屈亞恩。50萬彩禮，誠意擺喺度，多謝梁家養出咁好嘅女，以後過門唔使受半點氣。粵港人最看重口頭承諾，當中立誓，尤其是婚嫁大事，當眾說出口的承諾，比白紙黑字的合同船要重，是人情，是規矩，是臉面。我爸媽當初就是看中周家這份誠意，看中周俊賢平日里對我的體貼包容，才一口答應這門婚事。我哋梁家從來冇逼過彩禮，甚至早就準備好豐厚陪嫁、家電、首飾、20萬現金孖雙剪，全部提前備好，就等我風風光光出嫁，踏踏實實過日子。按照本地習俗，男方彩禮誠意到位，女方陪嫁只攰多不攰少，雙向體面，雙向奔赴，這才是粵港婚嫁的常態。可方秀琴偏偏算計到了極致，她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給這50萬。婚前當中承諾高額彩禮，是為了撐周家的門面，在外人面前塑造大方闊綽、重視人色的好形象，堵住所有親戚的嘴。等到婚禮當天，賓客滿堂，木已成舟，
在當中翻臉毀約，拿捏住我礙於婚禮臉面，不敢悔婚的軟肋，白白省下50萬，船能從一開始就壓死我的底氣。他篤定了我為了婚事圓滿，為了不被人笑話新婚鬧崩，只攰打碎牙齒和血吞，乖乖忍下這口氣，婚後一輩子被他拿捏。台下我爸媽的臉色已經徹底鐵青，我爸梁錦雄一輩子老實經商，最重誠信規矩，此刻雙拳緊握，胸口不停起伏，壓抑着怒火。我媽陣美牙眼眶瞬間攻透，死死咬着唇，怕自己當眾失態，更怕我受委屈。幾個梁家親戚已經忍不住低聲怒斥，太過分了。當眾講好嘅嘢，轉頭就反悔，周家太冇規矩。反觀周家那邊的親戚，要麼低頭假裝看不見，要麼一臉尷尬，未人敢出聲勸阻。誰都知道方秀琴強勢霸道，在家裏說一不二，連公公周國花都不敢吱聲，旁人更不敢多管奸事。周俊賢急得滿頭大汗，死死拉着我的胳膊，聲音帶着哀求，幾乎是用氣音控我。亞欣，對唔住，我媽一時糊塗，你唔好生氣，今日大喜日子，唔好鬧，落咗台我同你慢慢傾，我一定補償你。我側過頭，平靜地看着他，我看着這個我談了3年戀愛，全心信任，今天剛剛嫁的男人，看着他滿眼慌亂，只攰和稀泥，只求場面安穩的模樣，心裏最後那點不捨和期待，徹底涼透了。從頭到尾，他沒有一句擁護我的話，沒有一句反駁他母親的錯，只想着讓我忍，讓我退，讓我顧全大局。我輕輕掙開了他緊握的手，動作很輕，卻無比堅決。周俊賢瞳孔一縮，臉上瞬間浮現出慌亂的神色。亞欣，你做乜？我沒有回答他，目光直直落在旋在耀武揚威的方秀琴身上。他旋在拿着話筒滔滔不絕，對全場繼續欲慘立規矩。大家都可以作證，唔係我哋周家唔大氣。而家新婦已經過門，證都領埋，酒席都擺埋，以後就係我周家嘅人。做人新抱最緊要識得懂事，識得節儉，識得為家付出，唔好日日掛住要彩禮，要剪裁，太俗氣。呢50萬我哋留住俾佢哋兩公婆以後供樓，讓細路比起俾外家更加實際。我呢個奶奶係為佢哋好。這番話說得冠冕堂皇，把自私算計包裝成了為晚輩着想，聽得台下不少明事理的賓客連連搖頭。我緩步上前，抬手輕輕穩穩地從靚神的方秀琴手裏接過了話筒。我的動作很慢很穩，沒有半分失態的慌亂，全場瞬間安靜到極致，連呼吸聲都清晰可聞。所有人的目光齊嚓嚓聚焦在我身上，等着看我這個被當眾打臉的新娘會如何收場。方秀琴明顯沒料到我敢當眾接話筒，敢跟他對視，停了1秒，隨即眉頭緊皺，一臉不悅，以為我要當中哭鬧，討要彩禮，準備繼續跟我擺扯。周俊賢臉色瞬間慘白，雙腿都有些發虛，緊張得渾身僵硬。我握着冰亮的話筒，貼到唇邊，語氣平靜清晰，不大聲不尖銳，卻字字鏗鏘，穿透全場，傳入每一個人的耳朵裏。既然奶奶當眾話50萬彩禮作廢，冇問題。全場所有人瞬間愣住，滿臉錯愕，誰都沒想到被當眾毀約、當眾羞辱的我，第一句話竟然是妥協。方秀琴臉上瞬間閃過一絲得意，下巴微微抬起，一副果然拿捏住我的傲慢模樣，正要開口繼續說教，可下一秒，我話鋒一轉，清晰宣布了我的決定：彩禮可以唔俾，呢個婚我都唔列啦。短短8個字，輕飄飄的，卻像一聲驚雷，狠狠炸響在整個婚宴大廳，嗡的一聲，全場賓客徹底沸騰，所有人集體站起來，滿臉震驚，難以置信，議論聲瞬間掀翻屋頂。唔列？新娘話唔列婚？我的天！今日擺酒領證，當眾反悔，夠晒霸氣！換我都唔列，太欺負人了。周俊賢整個人瞬間僵在原地，血色徹底從臉上褪去，面如死灰，眼神空洞地看着我，嘴唇囉嗦着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。方秀琴臉上的得意和傲慢瞬間僵住，
笑容徹底消失，臉色由紅轉白，由白轉青。他默默沒有想到，他賭定我不敢悔婚，不敢丟面子，最後偏偏輸得一敗塗地。他死死盯着我，胸口劇烈起伏，手指着我，氣得滾身發抖。你講乜嘢？梁穎欣，你知唔知自己講緊咩瘋話？今日全場親友喺度，你當眾悔婚，你丟得起呢個臉？你外家丟得起呢個臉？我眼神平靜地看着他，沒有半分退讓，繼續握着話筒，字字清晰地開口，讓所有人看清誰才是無理取鬧、背信棄義的一方。臉面係自己賺返來嘅，唔係逼人忍讓，算計別人換返來嘅。當初係你周家當眾承諾50萬彩禮係誠意，係對我嘅尊重。我哋梁家冇逼冇鬧，全程配合婚禮，盡心盡力。你周家當中立誓，當眾反悔，唔守規矩，唔講誠信，而家反過嚟問我要臉面。婚姻最基礎嘅就係信任同尊重。今日大婚之日，你當眾算計我，羞辱我，未過門就先毀約壓我底氣，我唔敢想象日後嫁入你周家，我攰過點樣嘅日子。我目光掃過臉色煞白的周俊賢，眼底最後一點溫情徹底退去，只剩冰冷的清醒。丈夫遇事唔護我，婆家當眾算計我。呢段婚姻從今日呢一刻開始冇任何意義。方秀琴被我句句戳中要害，當眾被罪得啞口無言，理虧詞窮，只能死死捂着胸口，大口喘氣。她本身就有心臟舊疾和高血壓，連日操勞婚禮本就勞累，此刻被當眾拆穿算計，顏面盡失，怒火直衝頭頂。只見她身體猛地一晃，雙手死死按住心臟位置，喉嚨發出一聲悶響，身體一軟，直往後倒去。媽！周俊賢西吼一聲，慌忙伸手去接，整個人徹底慌了神，手腳發軟。全場賓客瞬間譁然，尖叫聲、慌亂聲、卓爾挪動聲此起彼伏。唔好，佢暈低咗，快啲叫救護車！好似係心臟病發作。混亂的婚宴現場，所有人的目光死死鎖定在舞台上。婆婆氣到心臟病突發，當場暈厥。丈夫面如死灰，手足無措。滿堂賓客滿臉驚愕，議論紛紛。而我站在原地，婚紗耀眼，身姿挺拔，沒有半分慌亂，沒有半分後悔。我清清楚楚知道，今日我退的不是一場婚禮，是一段從一開始就充滿算計、注定委屈一生的婚姻。大喜之日，婆家毀約在先，我子孫在後。我梁穎欣寧願體面單身，絕不委屈嫁入算計之家。方秀琴直向後倒下去的那一秒，全場瞬間炸開了窩，尖叫、椅子拖動的聲響，長輩慌亂的呼喊混作一團。原本起僵的婚宴音樂早就停了，只剩下雜亂嘈雜的人聲，吵得我耳膜發痛。周俊賢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罵，手腳發軟往前撲，堪堪抱住方秀琴往下墜的身子。他本身就個子不算壯實，被100多斤的方秀琴壓得站不穩。兩個人一同踉蹌着摔在舞台紅地毯上，公式婚紗裙擺掃過滿地散落的禮花碎紙，對比眼下亂糟糟的場面，諷刺得讓人心裏發抖。公公周國華原本縮在賓客席第一排，全程低頭不敢出聲，看見老婆暈倒，嚇得整個人彈起來，連皮鞋都踩歪了，跌跌撞撞衝上舞台，手忙腳亂想去嚇方秀琴的人中，手指抖得根本用不上力氣。阿娟，你醒醒啊，唔好嚇我！周國華聲音帶着哭腔，反复复就這一句話，手死死按着方秀琴的胸口。可方秀琴雙眼緊閉，嘴唇泛青，胸口起伏微弱，完全沒有回應。台下梁家這邊徹底亂了。我媽陳美雁當場眼淚就壩不住了，想衝上台又被我爸梁錦雄一把拉住。我爸臉色鐵青，眉頭擰成一團，低聲按住我媽肩膀。你上去做雜麼？現在場面混亂，上去指佢被周家親戚倒打一耙，我們先靜觀其變。我媽公着眼看望向台上的我，嘴唇不停囉嗦。阿欣旋在台上，一個人站在那裡，別人佢怎麼說他啊？我拍了拍身上的婚紗，手裏旋握着那支冰亮的話筒，安安靜靜站在原地，沒有上前，也沒有後退。
不是我冷血見死不救。方才方秀琴嗲逼人當眾羞辱我的畫面船清晰刻在腦子裏，是他步步緊逼，拿50麥彩禮做籌碼算計我，想拿捏我婚後一輩子。是他先不顧兩家情面，不顧大喜日子當眾翻臉，我那句這個分不裂了，只是被逼到極限的自保。我從來未想過要逼到他發病暈倒，可是到如今，我沒有半分愧疚。台下不少看熱鬧的賓客已經分作兩派，一部分是兩邊共同的街坊，茶樓舊相識，心裡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，私下小聲議論。本來就是周家理虧，當初提趁口應承50麥彩禮，今日擺酒當眾反悔，換那個女孩子受得了？講是啊，梁小姐已經夠冷靜了，要是換做脾氣衝一點的，當場就要跟他吵翻天。人家只是說不離婚，已經很克制了。另一部分是周家的遠房親戚，香港過來的同鄉，全部向着方秀琴七嘴八舌指責我不懂事。今日大喜日子，新娘怎麼能當中說不結婚？明知道阿娟心臟不好，故意氣她，心腸太硬了。50麥又不是小數目，周家兩公婆辛苦賺錢，捨不得也正常。做新婦不知道體諒長輩，這些話一字一句飄進我耳朵裡，我面無表情，心裡只覺得可笑。這群周家親戚從頭到尾都算擇性失憶，忘記當初是方秀琴主動提出50麥彩禮，忘記我們娘家一分錢未主動開口索要，更忘記我們提前備好20麥壓箱剪，全屋家電，全套金飾做陪嫁。在他們眼裡，長輩無論做錯雜麼，晚輩都必須無條件忍讓，但凡反抗，就是大逆不道。周俊彥好不容易穩住母親，抬頭看向我的時候，雙眼布滿供血絲，眼底滿是怨罪和絕望。他撐着地面站起身，幾步衝到我面前，伸手就想找我的手腕，語氣又急又兇，完全沒有往日溫柔模樣。梁詠欣，你滿意了？我媽現在躺在這裡人事不省，萬一有雜麼三長兩短，你負得起責任嗎？你剛剛為雜麼非要講那句話，不能私底下再商量？我輕輕側身躲開他的手，握着話筒垂在身側，平靜回看他。私底下商量，婚前3個月我同你提過3次，問你50麥彩禮是不是按當初約定好的流程走，你每次都同我講放心，你媽媽說話算數。婚禮前一日我還特意同你確認，你拍胸口保證不會有任何變數，怎麼到了你嘴裡，變成我不懂事非要當眾撕破臉？周俊彥被我問得啞口無言，嘴唇漲了又合，半天擠不出一句辯解的話，只能急得躲角。就算我媽有錯，你也不該當眾悔婚啊！現在幾百個親友在這裡，兩家臉面全部丟光，以後我們怎麼見人？臉面是你們周家先不要的。我抬高一點音量，話筒擴音傳遍整個大廳。當初在酒樓提親，雙方父母10幾個長輩在場，你媽媽主動說50麥彩禮是誠意，承諾不會虧待我，越講婚嫁最重口頭約定，當眾許下的承諾轉頭推翻，丟人的到底是誰？台下不少明事理的長輩紛紛點頭，周家那群同鄉瞬間安靜下來，不再隨意指責我。周國華顧不上暈倒的方秀琴，也衝過嚟幫腔，語氣帶着哀求，實則字字都在逼我退讓。阿欣，算阿叔求你，你先收回不結婚那句話好不好？等救護車過來送阿娟去醫院之後，我們坐下來慢慢談彩禮的事。50麥我們想辦法湊，你先給周家留一點餘地。我搖了搖頭，語氣沒有半分從動。叔，不是我不給餘地，是你們從來沒有打算給我尊重。今天就算我妥協忍下來，順利拜完堂入洞房，往後幾十年，你太太都會拿今天這件事說事，逢人就講我當年為了結婚，甘願不要彩禮，任他拿捏，往後家裏大小事我都抬不起頭。一段需要我委屈自己、犧牲底線才能擁持的婚姻，我不想要。就在我們撐執的空檔，酒樓經理帶着2個服務員快步跑上台，手裡拿着急救箱。船友人已經撥通了救護車電話，報了酒樓詳細地址。2個懂一點基礎急救的女賓客擠上台，蹲在方秀琴身邊，解開她領口的紅絲巾，輕輕按壓她的人中，不停呼喊她的名字。
幾分鐘後，方秀琴緩緩喘了一口氣，眼皮微微掀開一條縫，看見站在不遠處的我，瞬間情緒激動，想要坐起來，胸口一陣劇痛，又虛弱地倒回去，手指指着我，斷斷續續擠出聲音：你這個不知好歹嘅外家女，我周家虧待過你咩？50萬都不肯放過我。周俊彥聽見母親虛弱的控訴，心裏最後一點理智徹底消失，紅着眼瞪我，聽到沒有？我媽都氣成這樣了，你就不能道個歉，暫時把婚禮走完嗎？等這件事過去，我單獨補償你，我每個月工資全部上交，好不好？補償。我輕笑一聲，心裏一片冰涼。俊彥，3年感情，我從來未有貪圖過你們周家的錢。當初同你在一起，你只是普通寫字樓職員，工資1萬出頭，沒有存款。我從來未有嫌棄過你。我爸媽當初反對我們在一起，覺得你媽為人精明強勢，是我一次次幫你說好話，說服我爸媽接納你。我們拍拖3年，過節送禮，日常開銷大多是我承擔，我圖的從來不是50萬，是你家一份最基本的尊重。可今日婚禮，你母親當眾毀約羞辱我。你第一時間沒有站出來擁護我，只想着勸我忍，勸我退讓，害怕場面難看。如果今日妥協，以後但凡你母親刁難我，你永遠都會讓我顧全大局，讓我忍讓。這樣的日子，我不想過一輩子。我的一番話說得周俊彥啞口無言，呆站在原地，臉色白得像紙，整個人失去所有精氣神。很快，救護車的鳴笛聲由遠及近停在酒樓門口，醫護人員抬着擔架快步走進大廳，簡單檢查方秀琴的血壓和心率之後，小心翼翼將她抬上擔架，及上保溫布，叮囑家屬隨行陪同就醫。周俊彥和周國華只能跟着救護車走。臨走之前，周俊彥回頭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裏夾雜着失望、憤怒，船有一絲不捨，丟下一句：你好好想清楚，我媽要是有事，這件事不愧就這麼算了，便匆匆跟着醫護人員離開。周家大部分親戚見狀，也紛紛跟去醫院探望。原本坐滿賓客的大廳瞬間空了大半，只剩下娘家親友、兩邊中立的街坊鄰居，船有酒樓工作人員。空蕩蕩的幾十桌喜宴，擺滿熱氣騰騰的粵菜燒臘、港式點心、公式喜字、氣球、鮮花，船完整擺放着。喜薑布置和眼下冷清混亂的場面形成強烈反差，看得人心酸。司儀手足無措站在舞台側邊，拿着空白流程稿，不知道該怎麼收場，小心翼翼上前問我：梁小姐，現在怎麼辦？酒席船要繼續嗎？我把話筒傳給司儀，伸手摘下頭上的婚紗頭紗，隨手搭在手臂上，轉身走下台，走到我爸媽身邊。我媽立刻上前抱住我，眼淚止不住往下掉，輕輕拍着我的後背：傻女，委屈你了。剛剛站在台上，媽媽心都抽緊了。我靠在媽媽肩頭，輕輕拍她後背安撫：媽，我不委屈，今日如果忍下來，往後幾十年才是真的委屈。我爸梁錦雄長長嘆了一口氣，眼神滿是心痛，伸手擦掉我臉上沾到的禮花碎末。你做得沒錯，做人要有底線，就算再喜歡對方，也不能任由別人肆意拿捏。酒席不用繼續了，我去同酒樓經理溝通，取消剩下流程，菜品分發給在場街坊，損失我們自己承擔，不用虧欠任何人。之後1個多小時，我爸媽忙着和酒樓對接結算，安排在場親友用餐。我坐在角落的休息區，翻看手機裏這3年和周俊彥的合照，從剛談戀愛去香港太平山頂打卡，到一起逛番禺夜市挑選分房家具，一張張照片全是往日甜蜜，如今看來只剩諷刺。當初周俊彥追我的時候，日日接我下班，記住我所有喜好，知道我喜歡港式奶茶、馬蹄糕，每周都會買給我，嘴上不停承諾婚後一定不會讓我受婆婆半點委屈，說他媽媽雖然強勢，但一定會尊重我。現在才看清，所有承諾在他母親面前一文不值，他永遠優先選擇順從母親，犧牲我的感受。傍晚時分，賓客全部散去，酒樓收拾完畢，我跟着爸媽回到家裏，剛進門放下婚紗，船沒來得及喝一口水，
門外就傳嚟急促的拍門聲，伴隨着周俊彥急躁的呼喊。打開門一看，周俊彥奉陳夫婦站在門口，眼底布滿血絲，身上旋帶着醫院消毒水味道，身後跟着兩個周家遠房姑姑，一進門就開始不停數落我。亞欣，你真的太任性了。今日亞娟在醫院輸液，醫生說刺激過度誘發心絞痛，差點要住院觀察，你一點都不懂得長輩難處。就是啊，50碼彩禮只是口頭說說，又沒有白紙黑字簽合同，何必抽着不放，鬧到婚禮當場下不來台。現在街坊鄰里全部傳奸話，說你貪錢逼病家婆，顛倒黑白的話語一句接一句襲過來，我靜靜站在玄關，聽完他們全部指責，沒有打斷，等兩人說完，才緩緩開口。當初提親那天，茶樓老闆、隔壁五金店老闆，雙方親戚一共15個人在場，全部聽見方秀琴親口承諾50碼彩禮，這些人全部可以作證，不是口頭隨便客套話。我從未主動索要彩禮，是他主動拿誠意做門面。今日反悔理虧的從來不是我，怎麼到你們嘴裏變成我貪錢鬧事？周家姑姑被我醉得說不出話，轉頭拉着周俊彥，示意他勸我妥協。周俊彥上前一步，語氣放軟，帶着疲憊的哀求：亞欣，我媽已經清醒了，但是心臟還是不舒服，醫生叮囑不能受刺激。這件事我們各退一步好不好？彩禮我們給20碼，按照本地普通婚嫁標準來，今天婚宴的是我們對外統一說辭，就說臨時身體不的中斷儀式，我們重新挑日子補辦婚禮，好不好？我直視他的眼睛，清晰告訴他我的決定，沒有一絲回旋餘地。俊彥，婚禮取消，領證船沒滿24小時，明天我們去民政局辦理離婚手續。20碼彩禮我不需要，你們周家的任何東西，我一分一毫都不攰拿。我帶去婚房的陪嫁家電、首飾、現金，我攰全部找人搬回來。周俊彥聽到離婚2個字，滾身一震，不敢相信我的話，上前想要拉住我的手，被我側身躲開。只是一場酒席鬧矛盾，為什麼非要走到離婚這一步？我們3年感情，你說放下就能放下嗎？不是酒席矛盾，是三觀和底線不合。我一字一讀，今日只是結婚第一天，你母親就能當眾算計羞辱我，往後柴米油鹽，生兒育女，矛盾只會越來越多。每次出事你都會讓我忍讓，我不想一輩子活在壓抑委屈裏。感情再深，也抵不過不被尊重，及時止損，對我們2個人都好。站在一旁的周家姑姑聽見我執意離婚，瞬間變了臉色，開始放狠話：梁詠欣，你想清楚，結婚證已經領了，現在離婚，你就是2婚女人，以後很難再找到好人家。我們周家都沒有記覺你當眾棄病家婆，你反倒步步緊逼，到時候我們就去找街坊，你公司同事說整件事，讓大家評評理。這種拿我的名聲威脅我的話，徹底讓我心寒。我淡淡一笑，絲毫不受威脅。婚姻自由，合不來分開是正常事，我問心無愧，不怕別人知曉真相。如果你們到處歪曲事實抹黑我會收集所有證人證言，走法律途徑擁護自己名譽，到時候丟臉的是誰，大家心裏都清楚。我爸從客廳走出來，語氣沉穩有力，當在我身前。今日不歡迎你們在這裏吵鬧，請你們離開，明天民政局門口見，該走的流程我們正常辦理，不要再上門騷擾我女人，否則我們直接報警處理。周俊彥看着我決絕的眼神，又看看態度強硬的我爸，知道今天無論如何都勸不動我，眼底最後一點期待徹底熄滅，垂在身側的手緊緊攢成拳頭，沉默苦久，低聲吐出一句：好，我明天準時到民政局，希望你以後不要後悔。說完，他帶着2個姑姑轉身離開，關門的力度很重，砰的一聲震得場面微微發顫，房門關上的瞬間，緊掹了一整天的情緒終於辦不住，我靠在門板上，眼眶一熱，眼淚無聲滑落。不是捨不得這段感情，只是心裏唏噓，3年真心付出，到頭來換來一場當眾羞辱，婆家顛倒黑白上門逼迫，好好一場婚禮，
變成兩家人撕破臉皮的鬧劇。我媽遞過來一張紙巾，輕輕拍着我的後背安慰，哭出來未事，不用硬撐，爸媽永遠站在你這邊，就算不結婚，我們讓你一輩子，不用委屈自己遷就任何人。我擦乾淨眼淚，深吸一口氣，心裡格外清醒。今日婚宴舞台上那句這個婚我不列了不是一時衝動，是我深思熟慮後的選擇。女人嫁人，求的從來不是多少彩禮，而是婆家一份尊重，丈夫一份偏愛，兩樣東西周家都給不了，及時抽身才是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。窗外天色徹底暗下來，街道兩旁商鋪亮起燈光，我拿出手機，點開相冊，將所有和周俊賢有關的合照全部算中刪除，指尖按下確認刪除鍵的那一刻，心裡一陣輕鬆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擔。只是我心裡隱隱清楚，這件事遠遠未有結束。周家一向好面子，這次婚禮當眾丟臉，婆婆又因為我氣到住院，他們絕不會輕易善貔甘休，往後一定旋潰想出各種辦法糾纏施壓，試圖逼我改變主意。一場新的拉扯才剛剛拉開序幕，一夜無眠，關上門的那一刻，我以為事情頂多停留在婚禮作廢，次日離婚的層面，我甚至已經做好了和平切割、好聚好散的準備，不貪周家一分錢，不抽着誰的過錯不放，乾淨利落斬斷3年情分，從此兩不相欠。可我太低估了方秀琴的記仇，也太低估了周家顛倒黑白的本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剛蒙蒙亮，番禺老街的街坊，我們兩家共同的熟人，甚至我公司的同事、朋友圈、微信群裡全都炸開了窩。我是被我媽急促的敲門聲叫醒的。我由着佛像的眼睛坐起身，昨晚哭腫的眼眶旋隱隱發痛，腦袋昏沉得厲害。房門被推開，鄭美亞拿着手機，臉色鐵青，雙手都在發抖，語氣裡滿是又氣又急的慌亂。亞欣，你快睇，周家太惡毒了，簡直係顛倒是非，全心毀你。我心頭一沉，瞬間清醒大半，連忙接過手機點開屏幕。短短一夜時間，街坊鄰里群、寶馬群、親友群，甚至我以前讀書的同學群，全部流傳着一模一樣的說辭，內容字字誅心，每一句都是精心編造的謊言。周知，周家人識梁詠欣，性格驕縱貪財，離婚當日臨時坐地起價，逼迫婆家追加8萬彩禮，婆家磨力承擔，好言勸說，他當場殺潑悔婚，當眾氣死家婆，心腸歹毒至極。周家大度包容，一再退讓，他卻步步緊逼，執意鬧崩婚禮。如今旋到處抹黑婆家清白，短短一段話，直接把我從受委屈的受害者，塑造成了貪財跋扈、不孝惡毒的拜金女人。底下幾十條評論，看得我心口陣陣發悶。有不知情的街坊跟風感慨，而家啲女仔真係太現實了，離婚簡直係打劫。有周家的親戚故意帶節奏，方姐一世好人，香港打拼半生，老老實實做人，居然被新婦咁欺負，仲激到入醫院，真係陰公。船有不明真相的熟人惋惜，睇佢平時斯斯文文，估唔到性子咁狠，為咗剪連婚都可以當場鬧散，仲氣病長輩。我一跳跳翻下去，越看越心寒。昨天婚禮現場，幾百雙眼睛親眼看着，是方秀琴當眾撕毀50萬彩禮承諾，是他率先翻臉羞辱我，是他步步算計想拿捏我，結果一夜之間，黑白徹底顛倒，所有過錯全部推到我頭上，周家反倒成了受盡委屈的受害方。我指尖劃過屏幕，看着那些惡意取七的評論，只覺得無比荒謬。我媽在一旁氣得眼眶通紅，連連嘆氣，太過分了。明明係佢哋周家毀約在先，依家反倒咬你一口，仲到處話你坐地起價，貪子惡毒，這是要徹底毀你名聲，逼你低頭妥協吧。我緩緩握緊手機，原本酸澀疲憊的心徹底冷硬下來。我昨晚心軟落淚，唏噓3年感情錯付，尚且顧着往日情分，不想把事情做絕。可周家根本不懂見好就收，仗着自己擅長搬弄是非、籠絡人情，就想靠造謠施壓，逼我忍氣吞聲，收回離婚的決定，乖乖繼續嫁入周家，任由他們拿捏。
既然他們非要撕破臉皮，那我也沒必要再留半分情面。我掀開被子起身，語氣冷靜得沒有一絲波瀾。媽，唔使氣，謠言止於證據。佢哋想毀我名聲，我就當中拆穿佢哋的真面目。今日該離婚離婚，該澄清澄清，我冇做錯，半步都唔會退讓。我快速洗手換衣，剛換上乾淨的休間服，手機就瘋狂震動起來。無數個未接來電，微信消息刷屏，有真心關心我的朋友過來詢問情況，有看熱鬧的熟人八卦吃瓜，更有幾個平時不太熟的親戚發來說教的消息，字字句句都在勸我見好就收，不要太任性，做人要孝順忍讓。我懶得一一這事，直接拉黑了幾個道德綁架的怨親，隨後點開了和周俊彥的聊天框。凌晨2點，他傳發了長篇大論的消息，字字委屈，句句賣慘。亞欣，我知道你心裏有氣，但我媽已經得到教訓了，她在醫院躺了一夜，心口一直悶痛，連覺都睡不好。你何必抽着50萬彩禮不放，非要逼死我們一家人？我不求你原諒，只求你顧全雙方臉面，不要執意離婚。彩禮的事我們可以慢慢商量，你要是嫌少，我們婚後慢慢賺，我所有工資都給你，行不行？你現在鬧離婚，鬧得人盡皆知，最後丟臉的只有你自己。女孩子二婚太難了，你真的要為了一口氣毀了自己一輩子嗎？看着這些虛偽至極的文字，我只覺得無比諷刺。昨晚帶着親戚上門顛倒黑白，出言威脅的是他們，一夜之間全網造謠，毀我名聲的也是他們，現在反倒裝出一副委屈可憐，勸我大度忍讓的模樣。我沒有回覆他的辱慘話術，直接截了所有造謠群聊的截圖，保存好每一條抹黑我的言論，隨後翻出了我手機裏流傳的所有證據。幸好我向來謹慎，從不輕信口頭承諾。婚禮前3個月，雙方家長正式提親聚餐，方秀琴當眾承諾50萬彩禮的全過程，我閨蜜當時坐在旁邊，悄悄錄了完整視頻。視頻裡，方秀琴滿面公光，語氣篤定，主動提及50萬彩禮，說要給足我誠意和體面，全程沒有半點勉強，更沒有所謂的坐地起價。除此之外，我和周俊彥的聊天記錄裡，婚前我多次確認彩禮事宜，他次次都拍胸脯保證絕對兌現，旋反覆安慰我不用擔心，說他媽媽說話算數，絕不會讓我受半點委屈。更關鍵的是，我們娘家準備陪嫁的轉賬記錄、家電訂購單、首飾購買票據，全部完好保存。20萬壓箱現金，全屋品牌家電、3金首飾，樣樣齊全，足以證明我從來不是貪財之人，從頭到尾都是帶着誠意奔赴婚姻。我爸梁錦雄穿好衣服從書房出來，神色沉穩，手裏拿着一個文件夾，淡淡開口：亞欣，證據我都整理好了，昨天在場的15位證人，我已經一一打過招呼，所有人都願意出面作證，證明當初是周家主動承諾彩禮，事後當眾毀約。佢哋想玩輿論壓迫，我哋就用事實說話。我心頭一暖，重重點頭。從小到大，我爸媽從來不會一味讓我忍讓受氣，他們教我善良，更教我帶鋒芒的善良。受了委屈不必憋着，被人惡意算計，就一定要堂堂正正討回公道。早上9點，民政局準時開門，我和爸媽提前10分鐘抵達門口，剛站穩沒多久，就看見周俊彥帶着2個周家長輩匆匆趕來。幾日不見，他整個人憔悴得不成樣子，眼底烏青濃重，臉色慘白，頭髮亂糟糟的，身上全穿着昨日的舊衣服，滿身疲憊。看見我，他眼底立刻衝上怒火，快步衝上前，語氣帶着壓抑的憤怒和質問：梁詠欣，你到底想怎麼樣？我媽旋在醫院躺着，你不近不心軟悔改，旋到處澄清，反駁別人的說辭，你非要把我們周家逼到絕路才甘心嗎？我抬眼冷冷看着他，我澄清事實，就叫逼你們絕路，你們全網造謠，顛倒黑白毀我名聲的時候，怎麼沒想過留餘地？旁邊的周家二姑立刻上前幫腔，一臉蠻橫地盯着我，年輕人做人留一線。阿娟已經被你氣病了，你就算冇錯，都該讓下長輩。
現在全村全鎮都知道這件事，你船非要割真，你心眼怎麼這麼小？割真？我被氣笑了，目光銳利地掃過兩人。當初你家數當眾毀約，當眾羞辱我的時候，怎麼未人同我講留一線？佢算計我，想拿捏我一輩子的時候，怎麼未人勸佢體諒晚輩？依家佢理虧在先，自己氣急發病，反倒成了我的錯。我步步上前，氣場沉穩，字字清晰。我梁穎恩做人坦坦蕩蕩，不貪你家一分錢，不欠你家一分情。彩禮是你家主動承諾，毀約是你家當中所為，造謠是你家連夜所為。從頭到尾，錯的都不是我。周俊彥被我醉得無話可說，胸口劇烈起伏，死死盯着我。所以你無論如何都要離婚。3年感情，你一點都不念舊情。正因為念過舊情，婚禮當天我才沒有當場大吵大鬧，只選離婚，沒有當眾撕破你們所有偽裝。我語氣平靜卻決絕，可你們不珍惜這份情面，非要趕盡殺絕，那就別怪我不念舊情。說完，我不再跟他們廢話，轉身徑直走向民政局大廳。周俊彥看着我決絕的背影，徹底慌了，快步追上來，語氣瞬間從憤怒變成哀求。亞欣，我求求你，不要離婚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錯了，我不該任由我媽胡鬧，不該讓你受委屈，我以後一定護着你。我馬上把50萬彩禮轉給你，我們好好過日子，行不行？我腳步未停，淡淡回了一句，而家先至俾彩禮，太遲了。我要嘅從來唔係錢，係尊重，尊重冇咗，錢再都冇意義。走進民政局大廳，工作人員例行調解，詢問我們是否自願離婚，是否存在糾紛。周俊彥全程猶豫遲疑，反覆看向我，眼神裡滿是不甘和僥倖，旋在試圖等我松口，回頭妥協，而我全程態度堅定，清晰告知工作人員，雙方感情破裂，三觀不合，自願離婚，無財產糾紛，磨子女爭議。工作人員以我態度堅決，沒有絲毫猶豫，便按照流程開始辦理手續。等待打印證件的短短幾分鐘，周俊彥站在我身邊，聲音沙啞，帶着最後的掙扎。亞欣，只要你現在回頭，我立刻帶我媽登門道歉，當眾給你賠罪，挽回你的名聲，我們重新開始，好不好？3年感情，真的不值得你徹底放下嗎？我側頭看向窗外，陽光正好，微風和煦，心裡卻一片清明通透，值得。我輕輕開口，放下錯的人，永遠最值得。我以前愛你是真的，現在看清你，放下你也是真的。你懦弱愚孝，遇事只配犧牲我，保存你家人和面子。婚前護不住我，婚後更加護不住。我唔想嫁一個永遠讓我受委屈，永遠讓我妥協的男人，更唔想入一個只配算計、顛倒黑白的家庭。話音落下，離婚證順利打印出來，公式的本子拿到手裡的那一刻，我沒有難過，反而徹底鬆了一口氣。壓在心頭的巨石轟然落地，一身輕鬆。而周俊彥捏着離婚證，雙手不停顫抖，臉色慘白如紙，眼神空洞磨神，整個人像是瞬間被抽走了所有力氣，呆站在原地，久久無法回神。走出民政局大門，周家2個長輩旋守在門口，看見我們手裡的離婚證，瞬間氣急敗呸。你真係鐵石心腸，咁絕情！我周家從來冇虧欠你，你居然真的敢離婚？以後你名聲盡毀，嫁唔出好人家，你就自己後悔一世。我懶得再跟他們爭辯半句，直接拿出手機，點開提前準備好的視頻聊天記錄，證人證言，當着他們的面，點開了我們2家所有的親友群、街坊群。既然你們喜歡造謠傳謠、顛倒黑白，那今日我就當眾把所有真相攤開，讓所有人評評理，睇下到底邊個係惡人，邊個受委屈。我沒有添油加醋，沒有情緒化控訴，只是條理清晰地發布了所有證據。第1條，放出方秀琴婚前當中承諾50萬彩禮的完整視頻，畫面清晰，聲音清楚，全程無剪輯、無刪改。第2條，附上我和周俊彥婚前確認彩禮的全部聊天記錄，
證明我從未主動索要，更無坐地起價，全程是他們反覆承諾安撫。第三條，曬出娘家20萬壓箱現金轉賬截圖、全屋家電採購單、3金首飾票據，證明我方賠價豐厚，帶着十足誠意分價，絕非貪財算計。第四條，附上15位在場證人的聯合證言，字字捉實，還原婚禮當天現場真相。最後，我配上一段簡短冷靜的文字，終列所有謠言。本人梁詠欣與周俊賢和平離婚，婚禮當日係男方母親當中自願承諾彩禮後臨時違約，率先當眾羞辱，算計本人從未坐地起價，從未貪財逼宮，從未惡意氣病長輩。對方因自身算計落空，情緒激動引發咎疾，與本人無關，所有謠言皆為周家惡意捏造，本人保留追究名譽侵權的權利，從此兩清，各安天涯。消息一發出去，所有群聊瞬間死寂。前一秒旋在跟風抹黑我的街坊熟人，瞬間集體閉嘴，再也未人敢隨意評論一句，反轉嚟得又快又狠，真相赤裸裸攤在所有人面前，狠狠打腫了周家所有人的臉。周俊賢看着我手機屏幕上的內容，看着群裡所有人沉默的狀態，徹底面如死灰，雙腿微微發軟，差點站立不穩。周家兩個長輩臉色青一陣白一陣，又羞又惱，再也沒有剛才的獰獰蠻橫，恨不得立刻找個地縫鑽進去。我收起手機，淡淡瞥了他們一眼，以後唔好再上門騷擾，唔好再造謠抹黑，從此我同周家一刀兩斷，再無瓜葛。說完，我轉身挽着巴馬的手臂，昂首挺胸，大步離開，身後是周俊賢絕望死寂的目光，是周家長輩狼狽難堪的身影，是他們親手製造，最終親手吞下的惡果。陽光灑在我身上，溫暖又明亮。我終於徹底擺脫了這段悶事算計的婚姻，擺脫了一味忍讓的委屈。我清楚知道，這不是結束。周家極好面子，經此當眾打臉，輿論反轉，必定心生怨恨，絕不愧輕易善貔甘憂。但我毫無畏懼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手握真相如證據，無論他們後續耍雜麼手段，我都接得住。離婚證捏在手裏的那一刻，我心裡懸了3年的石頭，終於徹底落地。走出民政局大門，陽光直直洗在我臉上，暖得通透。前2日婚宴的鬧劇，一夜的造謠抹黑，壓在心底的委屈和別屈，在這一刻煙消雲散。我不是輸家，我是及時止損的聰明人。我爸媽一左一右陪着我，沒有半句責怪，只有滿心的心痛。我媽伸手輕輕攏我的頭髮，語氣溫柔：傻女，未事了，以後回歸正常生活，踏踏實實過日子，誰也拿捏不到你。我爸也緩緩點頭，沉聲道：做人清清白白，問心無愧就夠了。謠言散了，證據擺在所有人面前，日後未人敢亂着你舌根。我輕輕點頭，嘴角終於扯出一抹釋然的笑。本以為事情到此就該畫上句號，我淨身出戶，不要周家一分彩禮，一分補償，果斷斬斷關係，已經是最大的仁至義盡。按照粵港人情規矩，男方理虧違約在先，女方主動放手，不追責，不索賠，兩家就該體面收場，從此各走各路。可我默默沒想到，周家的貪婪和無恥，遠遠超出我的想象。他們丟了輿論，丟了臉面，輸了道理，非但不知收斂，反而變本加厲，打算在我身上榨取最後一點好處。當天下午2點，正是街坊午休，商鋪清間的時候，我們一家人剛吃完午飯，我正在客廳收拾婚禮帶回來的零散物品，準備把所有和周俊賢相關的東西全部打包丟棄。門外突然傳來一陣粗暴又急促的拍門聲，乒乒乒，力度重得像是要把門拍爛，伴隨着女人尖利潑辣的叫喊，穿透門板傳進來，整條街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梁家人，開門，快啲開門！冇以為離咗婚就可以了事。我眉頭一皺，瞬間聽出是周家二姑的聲音。我爸臉色一沉，起身走到玄關，又是周家的人，看來係全心上門鬧事。我媽有些緊張，拉住我爸的手：
佢哋攰不攰帶咗好多人來鬧事。依家街坊都喺屋企休息，鬧起來太難聽了。我放下手裏的收納箱，語氣平靜，怕雜麼？我哋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佢哋上門無理取鬧，越鬧越丟自己的臉，開門就是。我上前一步，直接拉開大門，門口的場面讓我瞬間眼底發冷。不只是周家二姑，除了船在醫院養病的方秀琴、公公周國華、周俊彥，船有3個周家的係親戚，齊擦擦倒在我家門口，把結紮的樓道擠得水泄不通。周俊彥站在最前面，臉色陰沉難看，眼底沒有了昨日的哀求，只剩冷漠和煩躁。他像是徹底被家裏人洗腦，不再念半點舊情，看向我的眼神帶着濃濃的指責和不滿。周家二姑雙手叉腰，一副潑婦架勢，不等我們開口，率先高聲嚷嚷，故意吸引左右街坊探頭圍觀。梁詠欣，你真係好本事！上午剛離完婚，下午就刪乾淨所有聊天記錄，退所有親友群，以為咁就可以一走了之。我哋周家嘅損失，你必須賠。樓道兩邊的住戶本來在休息，聽到吵鬧聲，紛紛打開房門，探出腦袋看熱鬧。短短10幾秒，門口就圍了一圈街坊鄰居，指指點點，小聲議論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我賠？我憑什麼賠？周家二姑嗤笑一聲，底氣十足地開始算賬，字字句句都想把我吃乾抹淨。憑什麼？你同我哋周家擺咗酒，拜咗堂，領咗證，雖然離咗婚，但你擔我哋亞俊3年青春。我家亞娟被你激到住院，醫藥費、檢查費、營養費，全部都要你承擔。除此之外，當日婚宴10幾圍酒席，婚喪佈置、司儀燈光、煙酒糖果，全部係我哋周家出嘅錢。婚禮被你當眾鬧散，所有開銷打水漂，呢筆損失你必須一分不少賠返。一番話振振有詞，聽得圍觀街坊都愣住了，誰都沒想到理虧在先的周家居然能顛倒黑白到這種地步，不僅不道歉不反思，反倒上門索要賠償。我馬氣得滾身發抖，上前一步怒斥：你哋講唔講道理？明明係你方秀琴當中違約，當眾羞辱我女，先搞砸婚禮。你家婆自己情緒激動病發，關我女什麼事？酒席係你哋自願擺，憑什麼要我哋賠錢？自願？周家二姑眼珠子一瞪，鎖門更大。如果唔係你女當眾悔婚，當眾鬧事，婚禮點潰散？一切源頭都係你女任性。依家分離咗，我哋周家白白花錢，白白浪費時間，白白受街坊指點，呢啲損失唔揾你哋賠，揾邊個？圍觀的街坊瞬間分成兩派，有年紀大不愛深究細節的老人，被他這套歪理帶偏；小聲的姑，聽講新娘當日確實當眾鬧婚，搞黃人哋喜事，賠翻啲錢似乎都合理。但更多清楚前因後果的年輕街坊、熟客，紛紛搖頭反駁：唔好亂講啊！明明係周家婆婆趁口取消50碼彩禮，先逼到新娘翻臉。係啊，人哋新娘陪嫁夠晒豐厚，一分子冇欠佢哋，依家仲上門訛錢，太過離譜。眾人的議論聲傳入耳中，周家人臉上有些掛不住。周國華始終低着頭，不敢抬頭看人，全程任由親戚撒潑胡鬧，默認了對方的無理要求。而全程沉默的周俊彥，終於抬起頭，看向我，語氣冰冷又陌生，完全沒有了往日的溫柔體貼。亞欣，我二姑講嘅冇錯，這一句話徹底亮透了我心底最後一絲殘餘的舊情。我怔怔看着眼前這個我愛了3年、信任了3年的男人，看着他毀了自家臉面，為了所謂的家族利益，徹底拋棄對錯，顛倒黑白，幫着家人上門訛我剪裁。以前所有的甜蜜，所有的包容，所有的承諾，此刻全部變成天大的笑話。他眼神淡漠地看着我，繼續開口：婚禮係你親手鬧未的，我媽係你激病的。就算我家有錯，你都太過絕情，3年感情，你一句話就斬斷，讓我周家顏面盡失，損失慘重。
依家我哋唔要50萬彩禮，只需要你賠償婚禮所有開銷，合情合理。我忽然笑了，笑得心徹底冷透。合情合理？我抬眼直視他，聲音清亮，穿透嘈雜的圍觀聲。周俊彥，你而家同我講合情合理？當初你馬當中承諾50萬彩禮，博取中人好感，撐足周家門面的時候，怎麼不說合情合理？你馬婚禮當場翻臉毀約，當眾羞辱我，算計我，想拿捏我婚後一輩子的時候，怎麼不說合情合理？我從頭到尾冇鬧，冇吵，冇撒潑，我只係拒絕被你們無止境算計，無止境壓榨。我只選離婚，係我正當權利。你母親情緒激動舊疾復發，係佢自己貪心算計，心態失衡導致，與我半毛錢關係都沒有。我步步上前，氣場全開，直面一眾周家親戚，字字鏗鏘。酒席係你哋自願籌辦，婚喪係你哋自願預定，所有開銷係你哋為咗娶媳婦自願付出，係你哋率先違約，率先毀約，率先破壞婚姻。依家婚姻失敗，所有損失理應你們自己承擔。憑什麼要受害者賠錢？周家二姑被我醉得一時語塞，隨即又蠻橫起來。你唔好同我講咁多大道理。總之婚禮因你而散，你就要賠錢。如果唔賠錢，你婚前搬去婚房嘅所有家電、首飾、陪嫁，全部唔准搬走，通通扣低底數。這句話徹底暴露了周家的真實目的，他們那裡是要賠償酒席損失，分明是以我離婚態度堅決，彩禮算計落空，就想強行扣押我的全部陪嫁，空手套白狼，白白吞掉我娘家幾十萬的嫁妝。我早就該明白，貪婪的人永遠不配知足。他們算計不到彩禮，就轉頭算計我的陪嫁，算盤打得震天響。我爸終於忍不住上前，神色威嚴，氣場壓過所有人。我哋娘家嘅陪嫁，一分一毫都係我哋血汗錢買嘅，足於亞恩個人婚前財產，同你哋周家半毛錢關係都冇。你哋敢私自扣押，就足於非法侵佔，我哋可以直接報警，走法律程序。周家二姑絲毫不怕，反倒越發傲將，直接撒無賴，報警就報警。我哋有理有據。佢毀我哋婚禮，擊病我家姐，賠啲家電首飾好正常。今日你哋唔賠錢，就休想搬走任何一樣陪嫁。圍觀街坊越聚越多，整條樓道擠得水泄不通。大家從一開始的吃瓜，慢慢看清了周家的貪婪嘴臉，紛紛出聲幫我們說話。太過離譜了吧？女方陪嫁幾十萬，一分彩禮冇要，仲要賠錢，擺明係想訛錢，吞人嫁妝。周家呢家人真係算計到家。之前仲話新娘貪錢，依家睇清楚，最貪嘅係佢哋周家。輿論再次反轉，所有人都站在我們這邊。周家人臉色越來越難看，尤其是周俊彥，被街坊指指點點，當眾打臉，面子徹底掛不住，臉色青一陣白一陣，卻依舊沒有半點悔改，反倒把所有怨氣都撒在我身上。他死死盯着我，語氣帶着一絲咬牙切齒。梁詠欣，恕我求你，唔好再僵持落去，賠償婚禮費用，或者留低陪嫁，呢件事就此翻篇，以後我哋兩家人老死不相往來。你硬要爭到底，最後只佢兩敗俱傷。兩敗俱傷？我只覺得無比荒謬，從頭到尾，一直係你哋單方面傷害我，算計我，抹黑我，上門鬧事，我一直被動承受，何嚟兩敗俱傷？周俊彥，你今日真係讓我徹底看清你嘅為人，你冇是非，冇底線，冇擔當，你可以容忍你媽作惡，可以縱容親戚撒潑，可以顛倒黑白訛我剪裁，唯獨容不下我半點委屈反擊。我以前真係瞎咗眼，先佢同你拍拖3年，真心相待。我不再跟他們廢話，直接拿出手機，點開錄音，同時打開錄像功能，對準門口一眾周家人。我最後講一次：第一，婚禮毀約係你方責任，所有開銷自行承擔，我一分不賠。第二，我個人婚前陪嫁，全部足於我私有財產，我佢今日全部搬走，誰敢阻攔？
誰敢扣押，我即刻報警處理，追究法律責任。第三，從今日起，周家任何人不得上門騷擾，不得造謠抹黑，不得惡意糾纏，否則我一律取證維權，絕不姑息。清晰的錄像畫面，讓敖像的周家二姑瞬間慌了一下，下意識想當鏡頭，卻依舊嘴硬，你錄都冇用，有你走遍天下，我哋唔怕你告，那就試試。我語氣冷淡，沒有半分波瀾。我手裏有你們造謠抹黑的全部截圖，有今日上門尋釁滋事的完整錄像，有你們企圖非法侵佔我個人財產的全部證據。真要鬧到派出所，鬧到法院，最後丟臉賠錢留案底的，絕對係你哋周家。我的冷靜和強硬，徹底擊潰了他們最後的敖像。他們本來就是上門撒無賴訛錢，根本不敢真的鬧到官方面前，真要立案留了尋釁滋事的案底，以後周家所有人的徵信、名聲、工作都倍受影響，這是他們絕對不敢承擔的後果。周家二姑臉色瞬間變了，眼神開始躲閃，說話也沒了剛才的底氣，小聲叨囔：我哋都係講道理，邊有尋釁之事？周國華終於抬起頭，臉色尷尬至極，拉了拉二姑的衣袖，低聲勸道：算啦，唔好鬧了，費事越鬧越大。唯獨周俊彥依舊不死心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神浮雜，有不甘，有憤怒，有一絲僥倖。阿欣，你真的要做得這麼絕，一點情面都不留？情面？我直視他，緩緩搖頭。從你媽當眾撕毀承諾，當眾羞辱我的那一刻，情面就沒了；從你們連夜造謠毀我名聲，顛倒黑白的那一刻，情分就盡了；從你們今日上門殺潑，企圖訛我剪裁，吞我賠價的這一刻，我們之間連最後一絲體面都徹底清零。我對你，對周家，仁至義盡，是你們步步緊逼，得寸進尺，別怪我絕情。說完，我直接拿出手機，當着他們的面，撥通了小歐物業和搬家師傅的電話。師傅，麻煩現在過嚟一趟，我分房所有家電、家具、首飾、私人物品，全部需要打包搬走，盡快上門。掛完電話，我冷眼看向一眾周家人，半個鐘之後，搬家師傅就到。我嘅嘢，我全部搬走，麻煩各位即刻離開我家門口，唔好阻住我正常生活，否則我即刻報警。周家人看着我決絕的態度，看着圍觀街坊清一色的指責，看着我手裏清晰的錄像證據，徹底沒了敖像的底氣。周家二姑狠狠跺了一下腳，我狠狠放了一句狠話：你好硬淨，你自早會後悔。我哋周家絕對唔愧就咁算數。說完，他帶着一眾親戚灰溜溜轉身離開，樓道裡的圍觀街坊看着他們狼狽的背影，紛紛發出嗤笑的聲音。一場上門訛剪的鬧劇，以周家徹底慘敗收場。街坊陸續散去，臨走前船在不停感慨：而家啲婆家真係太可怕，幸好呢個女仔清醒，夠果斷，及時止損，真係救咗自己一世。關上門，屋裡終於恢復安靜。緊掹了2天的神經終於放鬆下來，我長長吐出一口氣，眼底酸澀卻無比通透。我媽上前抱住我，輕聲安慰：辛苦你了，傻女，頂住咁大壓力，仲要同佢哋硬碰硬。我靠在媽媽懷裡，輕輕搖頭：唔辛苦，比起婚後一輩子受委屈、被算計、被拿捏，眼前呢啲風浪根本算不得什麼。半個鐘不到，搬家師傅準時上門，我帶着爸媽一起前往分房。推開分房大門的那一刻，看着滿屋我親手挑選、精心布置的家具家電，看着掛滿牆壁的婚紗照，心裡難免一陣唏噓。這裡的每一樣東西，都是我當初滿懷期待、用心籌備的分房。我曾經以為，這裡愧是我往後幾十年溫暖安穩的小家，沒想到短短2天，一切夢碎。我沒有半點留戀，抬手直接讓師傅全部打包搬走，空調、冰箱、洗衣機、沙發、床具，全屋軟裝，全有我買的衫金、私人物品、壓箱現金，一樣不留。足於我的東西，我全部拿回；不足於我的東西，我一分不貪。
正當師傅忙碌打包的時候，房門再次被推開。周俊彥一個人站在門口，眼底通紅，滿身落寞，看着空蕩蕩、逐漸被搬空的分房，看着我冷漠決絕的側臉，聲音沙啞得厲害。亞欣，真的，一點機會都沒有了嗎？我回頭看他，平靜無波，徹底放下了所有愛恨，早就沒機會了。周俊彥，你記住，婚姻從來不是女人的獨木橋，不需要我委曲求全、卑微討好。你和你家人不懂珍惜，不懂尊重，那就永遠失去我了。從此，你我一別兩寬，各生歡喜。你繼續守着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的愚孝懦弱，我過我的坦蕩人生，往後餘生再磨交集。周俊彥僵在原地，看着我親手搬空分房，徹底斬斷所有牽連，終於徹底慌了、悔了。可世上最沒用的，從來都是事後的後悔和自來的道歉。他眼睜睜看着所有陪嫁物品被一件件搬走，看着我轉身離開分房，再也沒有回頭。只是我心裏清楚，周家的報復和糾纏遠遠沒有結束。丟盡臉面，一無所獲的他們，絕對不愧善皮金優。下一場更大的風波正在悄然醞釀。分房的東西搬空的那一刻，我心裏積壓了3年的執念徹底煙消雲散。夜大的新房瞬間變得空蕩蕩，原本溫馨精緻的佈置只剩下慘白的牆壁和孤零零的吊頂燈。那些我熬夜挑選的家電，精心搭配的軟裝，滿心歡喜準備的婚後生活，隨着搬家師傅一趟趟搬運，徹底清零。周俊彥就那樣僵在玄關處，一動不動。他看着被搬空的客廳，看着牆上婚紗照被取下後留下的淡淡白印，眼底的慌亂和悔恨一層層翻衝上來。從前他總覺得我溫柔懂事，永遠會遷就他，永遠不會走，直到此刻才徹底明白，我的溫柔是有底線的，我的包容是有限度的，一旦耗盡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沒有多看他一眼，核對完最後一件陪嫁物品，確認無一遺漏，便轉身走出了這套曾經承載我所有憧憬的婚房。踏出大門，關上房門的瞬間，我長長舒了一口氣，不是遺憾，是解脫。這場荒唐又現實的婚姻，從周家主動苦諾誠意開始，到他們貪心毀約、造謠抹黑、上門訛詐結束，短短2天，卻耗盡了我3年的真心如奔赴。我本以為事情會隨着陪嫁搬清、手續辦列，徹底落下帷幕。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邊，周家安分守己吸取教訓，我回歸正常生活，翻篇重啟人生。可我太低估了方秀琴的偏執，也低估了周家極度利己的僥倖心理。他們丟了面子，丟了理，丟了所有輿論優勢，非但沒有半點反思，反而把所有失敗和難堪全部歸咎到我身上。在他們的邏輯裡，只要我肯低頭，肯附和，肯裝作一切未發生，他們周家就能挽回體面，船能白白得了一個免費引話的人設。搬完家的第2天上午，陽光明媚，我在家休整，整理自己的物品，調整心態，準備回歸工作和日常。經歷這場鬧劇，我不想再糾纏過往，只想安安穩穩過好自己的日子。10點多，樓下突然傳來一陣喧鬧的人聲，夾雜着刻意放大的咳嗽聲和哭訴聲，熟悉得讓我心頭一沉。我走到陽台往下一看，果然看見了不想再現的人。方秀琴出院了，她穿着一身寬鬆的花襯衫，頭上戴着遮陽帽，臉色依舊蒼白，捂着胸口，一副弱不禁風、受盡委屈的病態模樣。周國花小心翼翼攙扶着她，周俊彥垂頭喪氣跟在身後，眼底布滿紅血絲，整個人憔悴得脫了形。不止他們一家3口，這次船帶了2個周家德高望重的長輩，是周家住在香港的大伯母和三叔公。專門從香港趕回來，說是要出面調停我們的矛盾。一行人浩浩蕩蕩倒在我家小歐樓下的花壇邊，不吵不鬧，卻故意站在人流最多的出入口，對進出小歐的街坊不停嘆氣、哭訴，擺明了想打感情牌，欲慘博同情，用長輩身份和倫理輿論逼我妥協。我馬趴在窗邊看到這一幕，瞬間皺緊眉頭，語氣無奈又氣憤。呢家人真係沒完沒了。鬧完造謠，鬧完訛詐，依家又帶長輩上門賣慘，到底想點啊？
我爸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神色沉穩。佢哋睇亞欣心軟，又想靠長輩施壓，逼亞欣同周俊賢復合，擺明係輸唔起，想空手套白狼。我淡淡點頭，心裏早已沒有波瀾，只剩透徹的清醒。經過前幾次的拉扯，我早就看透了周家的套路，鬧事殺潑行不通，造謠抹黑被反轉，上門訛剪被打臉，現在就換一副嘴臉，裝可憐，博同情，搬長輩壓人，軟硬兼施，目的從頭到尾都未變，不想付出任何代價，船想把我拿捏回周家。我換了一身乾淨簡單的衣服，語氣平靜，我落樓同佢哋講清楚，一次性斬斷所有糾纏，免得佢哋日日上門騷擾，影響我哋生活。我爸媽不放心，要陪我一起下去，我擺擺手安撫他們，唔使，我自己搞得掂。今日我就當眾把所有話說透，讓所有街坊、所有長輩都聽清楚，以後周家再冇理由糾纏我。我獨自下樓，腳步從容，沒有半分慌亂。小歐樓下人來人往，買菜回來的阿姨，遛彎的老人，帶孩子的家長，看到這一家子人整齊站在樓下，都紛紛駐足圍觀，小聲議論。方秀琴一看見我下樓，立刻找準時機，捂着胸口劇烈咳嗽兩聲，眼眶瞬間通紅，眼淚說來就來，一副受盡天大委屈，被晚輩狠心欺負的可憐模樣。不等我開口，香港回來的三叔公率先上前，擺出一副長輩說教的姿態，語氣帶着居高臨下的規勸，一口廣普及雜着粵語，聽得格外刻意。亞欣啊，我哋係亞俊嘅長輩，專門從香港返來調解你哋兩公婆嘅事，做人做事留得三分情面，日後好相見。你年紀輕輕，唔好性子太硬，做事太絕。婚姻大事唔係人氣，領證擺酒就係夫妻，邊有話離就離，話散就散嘅道理。亞娟身體本就差，俾你激到入院，差點出大事，你都該心軟體諒下長輩。一旁的大伯母也跟着附和，語氣溫柔卻句句道德綁架。係亞女仔，我哋都知道前日婚禮有顛潰，家有本難念的經，長輩一時糊塗做錯事，做晚輩嘅退讓一步，原諒一次就過咗去。夫妻床頭吵架床尾和，你同亞俊3年感情咁深厚，點可以話斷就斷？兩人一唱一和，上來就先定性，所有問題都閃晦，是我性子太絕，不懂忍讓。周家做立事只是長輩一時糊塗，我必須無條件原諒，無條件復合。圍觀的街坊不知情，看着兩個德高望重的長輩出面勸說，又看着方秀琴一臉病容，淚眼婆娑，瞬間有人開始動搖。睇落新娘確實有啲衝動，長輩都低頭勸和了，不如就算啦。係啊，3年感情唔容易，二婚始終唔好聽，復合好好過日子先係正路。聽着這些議論，周俊義眼底燃起一絲微弱的希望，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眼神通紅，語氣卑微又懇切，是我從未見過的低姿態。亞欣，我知道錯了，我真的徹底知道錯了，之前是我懦弱，是我愚孝，是我沒有護住你，所有錯都在我。我媽已經徹底反省了，她知道自己婚禮當天做錯事，不該臨時違約，不該當眾羞辱你。她住院這2天，日日以淚洗面，後悔到睡不着，一直怪自己一時糊塗毀了你的婚事，毀了我們的未來。她伸手想拉我的手，被我側身避開。她指尖一空，眼底的希望瞬間黯淡下去，聲音越發沙啞。我媽承諾，只要你願意同我復婚，50萬彩禮即刻全額轉賬，1分不少。以後家裏財政大權全部交俾你，佢以後絕對唔會干預我哋兩公婆生活，絕對唔會刁難你，算計你。亞欣，俾我一次改過自新嘅機會，俾我媽一次認立嘅機會，好不好？我保證，以後我拼盡全力護住你，絕對唔會再讓你受半點委屈。方秀琴見兒子卑微求和，也連忙撐着身子上前，收起了往日的翱翔跋扈，擠出一臉愧疚的神色，對我低頭嘆氣。亞欣，係奶奶唔好，奶奶一時貪心，一時糊塗，做錯咗事，對唔住你。你大人有大量，
原諒奶奶一次啦。50麥彩禮，我即刻轉。以後你係周家最大嘅，我絕不插手你哋過日子，以後屋企全部聽你嘅。你快啲同阿俊復婚，唔好因為我呢個老嘢耽誤自己一世幸福。母子倆一唱一和，一個卑微道歉，一個低頭認納，配上長輩的規勸，自身的病態，硬生生把場面塑造成了周家誠心認錯，我固執絕情，不肯回頭的模樣。圍觀的街坊徹底被帶偏，紛紛開始勸我：算啦姑娘，長輩都低頭道歉了，仲主動俾足彩禮，誠意夠晒啦。知錯能改就好，人家專程從香港返來調解，真心誠意，冇必要抽着鍋去不放。面對所有人的勸說和道德綁架，我神色平靜，沒有絲毫動容，也沒有絲毫慌亂。我抬眼先看向兩位香港長輩，語氣禮貌卻字字清晰，不卑不亢。三叔公、大伯母，多謝兩位長輩專程返來調解。但我想問一句，你哋真係了解整件事嘅來龍去脈嗎？真係知道前日婚禮現場到底發生咗啲乜嘢嗎？三叔公一愣，隨即皺眉。事情經過阿娟同我哋講過，就係彩禮誤會，雙方一時衝動鬧崩。誤會？我輕聲打斷他，語氣清亮，傳遍整個圍觀人群。當眾苦諾50麥彩禮，博取臉面嘅，唔係誤會。婚禮當天倉話筒當中毀約，當眾羞辱我，想婚後拿捏我一輩子嘅，唔係誤會。連夜組團造謠，顛倒黑白，毀我名聲，話我貪賤跋扈嘅，唔係誤會。昨日全家上門殺潑，企圖訛我走直展，吞我個人陪嫁嘅，更加唔係誤會。我拿出手機，再次點開早已保存好的所有證據，當眾展示給所有人看，清晰的求婚承諾視頻，婚前反覆確認彩禮的聊天記錄，周家造謠的群聊截圖，昨日上門尋人之事的錄像，一條條一幕幕清清楚楚擺在所有人面前。當初係方秀琴主動當眾苦諾誠意，我哋娘家一分未逼，反倒備好20麥壓箱剪，全屋家電，全套三金陪嫁，真心實意嫁入周家。婚禮當日，佢為咗省錢，為咗拿捏我，當眾背信棄義，毀約羞辱。我冇當場吵鬧，冇殺潑鬧事，只係選擇及時止損，取消婚禮，辦理離婚，已經係最大嘅忍讓和體面。我離婚之後，周家唔知足，唔反思，連夜造謠抹黑我名聲，次日全家上門訛詐，企圖侵佔我婚前財產。呢啲全部係事實，冇半點虛假。我目光掃過臉色逐漸發白的方秀琴和周俊彥，繼續冷聲開口。而家佢哋走投無路，丟盡臉面，算計落空，先至假意認錯，主動俾彩禮，求我復婚，唔係真心悔改，只係唔甘心竹籃打碎一場空。如果我今日心軟復婚，過幾日風波平息，街坊淡忘此事，佢哋一定繪故態復萌，繼續算計我，拿捏我，到時我再想抽身，就真的晚了。一番話，條理清晰，句句戳中要害，瞬間點破了周家所有的偽裝，圍觀的街坊瞬間恍然大悟，剛剛的勸解聲全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陣陣唏噓和指責。原來係咁，根本唔係誤會，係周家步步算計。我的天，先毀約，再造謠，再上門訛詐，依家裝可靈求復合，心機太深了。幸好呢個女仔清醒，呢家人根本冇真心悔改，只係睇中人家女方老實，陪嫁豐厚。輿論再次徹底反轉，兩位香港長輩臉上瞬間掛不住，尷尬至極，原本高高在上說教的姿態徹底消失，站在原地手足磨燥，再也不好意思開口勸和。他們遠在香港，根本不清楚內地這邊的具體糾葛，只是聽了周家單方面的欲慘說辭，貿然回嚟調解，此刻才知道自己被當撐屎了。方秀琴的偽裝被當眾拆穿，臉上的愧疚柔弱瞬間裂開，眼底閃過一絲氣急敗呸，卻礙於長輩在場，街坊圍觀，不敢再次殺潑，只能死死捂着胸口，裝作虛弱的樣子。周俊彥看着我冷漠決絕的側臉，看着圍觀人群的指指點點，徹底崩潰了，眼眶通紅，聲音帶着哽咽的哀求：亞欣。
就算我媽有錯，我已經改了，我以後絕對唔會再縱容佢。我搬出去同你單獨住，遠離佢哋，我一輩子聽你話，你可唔可以俾我一次機會？我看着他，心裏毫無波瀾，只剩一片冰冷的通透。周俊賢，機會我俾過你無數次。婚禮前，我反覆同你確認彩禮，確認你媽態度，次次信你，次次俾你機會。婚禮當場，你媽當眾羞辱我等你護我，你選擇勸我忍讓，我被全網造謠，我等你幫我澄清，你選擇沉默觀望，你家人上門我剪裁，我等你講道理，你選擇幫襯不幫理，一同顛倒黑白。你嘅懦弱、愚孝、無底線偏袒家人，唔係一時糊塗，係刻喺骨子裏嘅性格，你改唔到，亦都改不了。就算而家一時妥協，婚後依舊愧重蹈覆轍。我唔要你嘅50萬彩禮，唔要你嘅道歉，唔要你嘅補償，我只要一刀兩斷，老死不相往來。方秀琴見阮的不幸，瞬間撕破偽裝，再也裝不出柔弱可靈的樣子，猛地重開捂着胸口的手，臉色鐵青，賴聲開口：梁穎欣，你不要太過分。我都低頭認錯，主動俾彩禮，低聲下氣求你了，你仲想點？你而家同我仔離婚，你就係二婚。我哋周家都唔嫌棄你，你仲擺高高在上嘅姿態，你真以為自己好值錢？再過幾年，你就知自己今日幾蠢。我冷笑一聲，氣場沉穩，字字鏗鏘回擊。二婚唔丟人，丟人嘅係背信棄義、貪心算計、顛倒黑白、毫無底線嘅一家人。我年輕、清白，有手有腳，有父母撐腰，有穩定工作，我憑自己過日子，唔需要靠討好你周家立足。我就算一輩子不結婚，都唔會嫁入你哋呢種當面一套，背後一套，滿心算計嘅家庭。50萬彩禮，你留返自己慢慢試。我梁穎欣嘅婚姻，我嘅人生，唔係你哋用金錢、用面子、用道德綁架可以買回嚟嘅。方秀琴被我醉得滾身發抖，胸口劇烈起伏，眼看着舊疾又要發作，周國華連忙上前扶住他，生怕他再次暈倒在人前，徹底丟盡周家最後一點臉面。周俊賢看着我絕不回頭的模樣，終於徹底絕望。他知道這一次是真的徹底結束了，他親手弄丟了那個滿心滿眼都是他，陪他吃苦，真心待他3年的女孩，往後餘生再也沒有任何美寶的機會。圍觀街坊紛紛出聲斥責周家，人家女仔清醒得很，係你哋不知好歹，早知今日何必當初？當初好好兌現承諾，依家一家人幸福美滿，係自己貪心毀咗一切，仲話人哋蠢，最蠢嘅係你哋周家，丟咗良心，丟咗人色，丟盡臉面。眾目睽睽之下，周家一行人被醉得啞口無言，顏面盡失。香港回來的2位長輩滿臉尷尬，連連嘆氣，再也不願幫周家說半句好話，顯然徹底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。我最後冷冷丟下一句話，徹底終結所有糾纏。從今日起，周家任何人不得再上門，不得再私信，不得再造謠騷擾。如若再犯，我直接提交所有證據，走法律途徑擁權，絕不姑息。從此你我兩清，恩怨歸零，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擾。說完，我不再看他們狼狽難堪的樣子，轉身昂首挺胸走進小歐，背影挺拔從容，沒有半分留戀。身後傳來方秀琴氣急敗呸的哭聲，周俊賢低沉的嘆息，街坊此起彼伏的議論聲混雜在一起，成了周家自作自受、徹底落敗的最終序曲。可我心裏隱隱清楚，給到好面子、給到記仇的方秀琴，絕不愧就此認輸。這場鬧劇看似落幕，周家心底的怨恨和不甘存在滋生，一場更偏執的報復旋在暗處悄悄醞釀。我轉身走進小歐的那一刻，身後周家一行人所有的翱翔、辱慘、道德綁架，全部徹底銷聲匿跡。街坊的指指點點，長輩的尷尬沉默，方秀琴氣急敗呸的喘息，都被小歐的門禁門隔絕在外。我以為經過這一次當眾打臉，周家已經徹底認清現實，就算心懷不甘，也只能打碎牙齒和血吞。
安安分分徹底翻篇，可我終究船是低估了方秀琴睚眦必報的聖旨。粵港這邊很多老一輩，最好面子，也最記仇。尤其是方秀琴這種早年在香港市井打拼一輩子，慣於算計、擅長耍陰招的人，當眾丟了半生臉面，被小輩罪得啞口無言，徹底淪為整條街的笑柄。他根本不可能輕易放過我，當眾硬碰硬鬧不過我，他們就開始玩陰的。平靜的日子只擁持了短短3天。這3天裡，我徹底清空了所有和周俊賢相關的東西，調整好心態，準時上班下班，生活慢慢回歸正軌。爸媽看我狀態越嚟越好，也漸漸放下心來，以為這場荒唐的分辨鬧劇總算徹底落幕。直到週3早上，我到公司上班，剛坐到工位上，就察覺到了不對勁。平時相處融洽的同事，看我的眼神變得格外奇怪，有人低頭竊竊私語，有人偷偷打量我，眼神裡帶着探究、鄙夷、船有說不清的曖昧八卦。原本佢主動和我搭話、分享零食的同事，此刻都刻意避開我，刻意和我保持距離。我心裡微微一沉，瞬間聯想到周家那群人的德行，我不動聲色打開電腦，照常處理工作，直到關係最好的閨蜜同事小雅偷偷挪到我身邊，壓低聲音，滿臉擔憂地跟我吐槽：亞欣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？今早公司大群、部門小群，船有好多同事的私人朋友圈都在傳你的謠言，說得特別難聽。我指尖一讀，抬眼看向他，傳我怎麼了？小雅拿出手機，點開截圖遞給我，語氣滿是氣憤和無奈。有人匿名在外網論壇、本地職場群發帖，說你私生活混亂，婚前腳踏2條船，所以才着急悔婚離婚。傳說你貪圖周家剪財，騙婚騙彩禮未遂，惱羞成怒鬧崩婚禮，氣死家婆，人品極差，心機深重。最過分的是，發帖人船惡意造謠，說你陪嫁都是虛的，全部是剔款買來擦門面的假貨，專門騙婚騙男方誠意。現在全公司都傳開了，好多不知情的人都信以為真，私下議論你。看着屏幕上那些顛倒黑白、惡意捏造的文字，我心底的火氣瞬間竄了上來。又是周家的手段，明面上不敢上門鬧事，不敢當眾對視，就躲在暗處，用匿名的方式造謠抹黑，專門滲透我的工作圈子、社交圈子，想徹底毀掉我的口碑和職場聲譽。他們的目的很簡單，逼我社會性死亡，逼我走投無路，最後只能低頭妥協，回頭求他們復合。之前的倫理造謠只是影響我的生活口碑，這一次直接鬧到公司，鬧到職場，就是奔着毀掉我的工作、毀掉我的事業嚟的，手段陰毒又卑劣。小雅憤憤不平，明明整件事大家都清楚是周家理虧，怎麼有人這麼惡毒，專門背後搞小動作？我看就是周家不甘心，故意搞你。我緩緩握緊手機，眼底徹底冷了下來。我一直秉持着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心態，離婚不追責，鬧事不糾纏，造謠不深究，只想安穩翻篇。可周家偏偏得寸進尺，步步緊逼，一次次突破底線，非要把我逼到絕境。既然他們非要玩陰招，那我就徹底撕破臉皮，全程硬剛到底。我冷靜下來，沒有立刻憤怒失態，反而打開所有造謠貼子、朋友圈截圖、群聊記錄，逐一保存、截圖、錄屏，固定所有證據。不管是匿名發帖、私下傳話，全是朋友圈惡意抹黑的內容，我一條都沒有遺漏。同時我立刻聯繫了做網絡技術的朋友，拜託他幫忙掃完發帖 IP， 查詢匿名賬號的註冊信息和登錄痕跡。粵港本地論壇、職場群的發帖記錄，只要有痕跡，就絕對能查到源頭。做完這一切，我主動起身，去了人事部和主管辦公室，面對領導疑惑的目光，我沒有慌亂辯解，只是條理清晰地拿出所有證據，從周家主動承諾彩禮、婚禮當眾違約、上門訛剪、樓下辱慘施壓，再到如今的職場造謠，完整還原所有真相。我把彩禮承諾視頻、陪嫁轉賬記錄、婚禮現場證人證言、前幾次鬧事的錄像一一展示，最後坦然開口：領導，我分辨係對方家庭背信棄義、惡意算計導致，
我全程冇錯，無騙分，無任何不良行為。今日網上所有抹黑我的謠言，全部係對方惡意報復，憑空捏造。我已經在固定證據，後續會依法擁權。我入職多年，工作兢兢業業，從未出現任何紕漏，人品和工作能力，各位領導同事有目共睹。我懇請公司不要輕信匿名謠言，我會盡快處理好私事，絕不影響工作。主管和人事經理看完所有證據，徹底了然於心，當場表態：我們相信你的為人和工作態度，網絡匿名謠言不足為信，公司不會因此對你有任何偏見，你安心工作即可。穩住工作大局後，我心裡的石頭落了一半，職場立身，口碑和信任最重要，只要公司信任我，外人的惡意造謠就撼動不了我的根本。下班回家路上，我手機再次收到陌生號碼發來的惡意短信，字字句句惡毒至極，不斷詛咒我、辱罵我，逼我回頭覆分，否則就繼續全網抹黑我，讓我在番禺、在廣州徹底待不下去。不用想也知道，這絕對是方秀琴或者周家親戚的手筆。回到家，我把所有事情告訴爸媽。我爸聽完，臉色瞬間沉了下來，語氣嚴肅：呢家人已經徹底瘋魔了，一而再再而三騷擾抹黑，已經唔係簡單的倫理糾紛，觸於惡意侵權、尋釁之事。唔好再心軟，直接走正規途徑，徹底治佢哋一次，等佢哋長長記性。我媽心痛不已，拉着我的手嘆氣：傻女，委屈你了，好好過日子，偏偏被呢家人纏上，日日受氣。我搖搖頭，輕聲道：媽，唔委屈，今日我徹底睇清楚，對付惡人，忍讓係最無用的方式，唯有強硬反擊，先斷佢哋所有幻想，先讓佢哋付出代價，佢哋先識得收手。清晚，我技術朋友傳來消息，所有造謠貼子的 IP 地址全部鎖定在周家居住的小歐網絡，匿名帳號的登錄設備和周俊彥的手機設備高度吻合，甚至部分惡意短信掃完之後，也是周家二姑的副卡號碼發出，鐵證如山，無從抵賴。原來自從上次樓下求和被我當眾拒絕，顏面盡失之後，周俊彥就徹底心態扭曲。他一邊後悔失去我，一邊怨恨我絕情放手，在方秀琴的教唆下，開始暗中報復，企圖毀掉我的生活，逼我走投無路回頭找他。我看着溯源證據，心裏最後一絲舊情徹底煙消雲散。以前我惋惜3年感情，覺得他只是懦弱愚孝，本性不算惡毒，可如今看來，縱容家人作惡，暗中惡意報復，毀掉女生名譽和事業的男人，根本毫無良知和底線。清晚10點，我整理好所有全套證據，婚禮毀約視頻、聊天記錄、陪嫁憑證、倫理鬧事錄像、職場造謠截圖、AP 溯源報告、惡意辱罵短信記錄，打包整理完畢。我沒有立刻報警，也沒有立刻發帖反擊，我要等一個最合適的時機，一擊致命，徹底終結所有糾纏。次日一早，周家果然存在繼續小動作不斷，他們不僅未有收斂，反而變本加厲，開始託熟人找我親戚、找我朋友傳話，到處顛倒黑白，說我絕情狠心，不知好歹，說周家已經一再退讓，是我死死抽着小事不放，逼人太甚。不少遠房親戚被洗腦，紛紛發來消息勸我，差不多就算了，人家長輩都認錯了，何必趕盡殺絕？年輕人不要太傲氣，給別人留餘地就是給自己留後路。看着這些不分是非的勸和言論，我徹底下定決心，不再給周家任何一絲餘地。上午10點，我帶着所有紙質、電子證據和爸媽一起前往轄歐派出所，正式報警立案。民警聽完我的案情陳述，看完我全套完整、無法抵賴的證據，當場認定周家存在惡意誹謗、名譽侵權、尋釁滋事的違法行為，立刻聯繫周家所有人，通知他們即刻到派出所接受調查調解。半個鐘後，周國華、周俊彥、方秀琴三人匆匆趕到派出所。方秀琴一進門，依舊擺出那副病弱委屈的姿態，想故技重施，欲慘博同情。一開口就帶着哭腔：警察同志，係呢個女仔太過絕情，抽着我哋小事不放，步步逼人，
我哋先至一時生氣先講咗幾句，根本冇惡意。不等他演完，民警直接打斷，將我手裏的 IP 溯源報告、造謠證據、辱罵記錄全部擺在他面前，語氣嚴肅。當事人所有證據完整屬實，網絡造謠、短信辱罵、私下散播不實言論全部有據可查，足於明確的名譽侵權、尋釁滋事行為，已經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法。鐵證面前，方秀琴的表演瞬間卡殼，臉色瞬間慘白，再也裝不出柔弱委屈的模樣，眼神慌亂躲閃，不敢直視民警。周俊彥站在一旁，看着滿滿一桌的證據，看着我冷漠決絕的眼神，渾身僵硬，臉色煞白，嘴唇不停囉嗦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他知道這次徹底玩脫了，再也沒有任何狡辯和翻盤的餘地。民警開始現場調解，嚴肅告知他們行為的嚴重性，如果我執意追究，不僅要公開道歉、賠償精神損失，船要留下違法記錄，影響個人徵信，甚至會影響後續工作、子女正審。周國華徹底慌了，一輩子老實本分的他，從來沒進過派出所，更沒想過家裏會鬧出違法糾紛，當場拉着我不停道歉認錯，語氣卑微至極。亞欣，算阿叔求你放過我哋一次，我哋知錯了，以後絕對唔會再有任何小動作。我哋即刻刪除所有造謠內容，全網公開同你道歉，該賠償嘅我哋全部賠償。方秀琴依舊不死心，咬着牙狡辯，我哋只係隨口講咗幾句奸話，邊有咁嚴重？係佢小題大做，故意為難我哋。我終於開口，語氣冰冷堅定，沒有半分退讓，隨口幾句奸話，滲透我公司，抹黑我工作，毀掉我名譽，發短信辱罵威脅，呢啲叫奸話。你哋一次次得寸進尺，從婚禮毀約、造謠倫理、上門訛詐，到而家職場網暴、惡意報復，次次都係你們主動挑事。我之前一再忍讓，一再留情，換來的是你們變本加厲的傷害。今日在派出所，我明確表態，絕不私下和解。要麼依法接受處罰，要麼全網公開置頂道歉，賠償我所有精神損失和名譽損失，保證以後永久不再騷擾，不再抹黑，不再糾纏我。周俊彥終於崩潰，紅着眼眶看向我，聲音沙啞絕望。亞欣，我知道錯了，所有事都是我做的，不關我媽的事，你要罰就罰我，求你不要把事情鬧大，不要毀了我們一家人。我冷冷回看他，從你選擇躲在暗處，用陰招毀掉我生活的那一刻，你就該想到今日的後果。是你自己放棄了最後一次改過的機會，怨不得任何人。民警以我態度堅決，當場給出最終調解方案，周家必須在24小時內，在所有造謠平台、鄰里群、職場群、朋友圈公開置頂道歉聲明，澄清所有謠言，恢復我的名譽，全額賠償我的精神損失和取證開銷，簽署書面保證書，承諾永久不再騷擾、糾纏、抹黑我，否則立刻依法從重處罰，追究全部法律責任。被逼到絕路的周家，再也沒有半點翱翔的資本，只能乖乖點頭答應。走出派出所的那一刻，陽光穿透雲層灑在我身上，溫暖又坦蕩，久戰多日的陰翳、委屈、壓抑，終於徹底消散。我從來不是軟弱可欺的羔羊，我的溫柔和忍讓，只配給懂得尊重和珍惜我的人。面對算計我的惡人，果斷反擊，絕不姑息，才是最好的自保。走出派出所大門的那一刻，初秋的風迎面吹過來，吹散了我積壓整整一周的壓抑和別屈。身後的鐵門緩緩合上，隔開了周家一家人的狼狽與慌亂，也徹底隔開了我3年錯付的青春。一場荒唐透頂的婚事，一段滿心算計的熱怨。民警的調解結果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，一式3份的保證書，每一個字都是周家親手簽下的承諾。周俊彥、周國華、方秀琴3人的簽名歪歪扭扭，落筆慌亂，看得出來他們是真的怕了，怕留下違法記錄，怕影響徵信，怕街坊鄰里徹底看清他們的嘴臉，更怕我繼續追究到底，讓他們付出更沉重的法律代價。我爸媽跟在我身側，緊掹了多日的神情終於舒緩下來，
我爸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語氣沉穩又欣慰，做得好，亞欣。做人可以善良，但絕對不能任人拿捏。惡人讓步，從來不是因為心軟，是因為我們夠硬、夠正氣、夠有底線。我媽握緊我的手，眼眶微紅，卻笑着點頭。終於列速了，以後踏踏實實過日子，爸媽永遠在你身後。我抬頭看着澄澈的天空，深深吐出一口濁氣。這場從婚禮當天就炸裂的風波，從被當眾毀約、被當眾羞辱，到被連夜造謠、被上門訛詐、被職場網暴、被暗處報復，我一路被動挨打，一路絕境反擊，從來沒有主動挑事，卻也從來沒有懦弱退縮。很多人都說我絕情，說我不給老人餘地，不給舊情退路。可從頭到尾，真正絕情的從來不是我，是方秀琴貪心不足，拿着主動苦諾的誠意當籌碼。婚禮當天當眾翻臉，想靠着一場婚禮拿捏我一輩子，是周俊賢愚孝懦弱，3年感情遇事不護妻，對錯不分，幫襯不幫理，眼睜睜看着我被欺負、被抹黑、被算計，是周家一家人顛倒黑白，得寸進尺，一次次踏碎我的底線，把我的忍讓當成理所當然。我只是在絕境裡救了我自己而已。按照派出所的調解要求，周家必須在24小時內完成全網公開道歉，徹底澄清謠言，賠付所有損失。回到家的一下午，我安安靜靜待在家裡，沒有催促，沒有糾烈。我清楚，他們不敢再耍任何花樣。鐵證在前，律法在前，輿論在前，他們早已沒有翻盤的資本。果然，傍晚6點開始，各大平台、本地論壇、街坊鄰里群、親友群、我公司的職場群，陸續出現了周家的道歉聲明。道歉內容是周俊賢親手編輯、親手發布的，沒有任何敷衍，不敢暗藏半句陰陽怪氣的話，字字句句都是認錯和澄清。本人周俊賢鉗對近日與前妻梁穎欣婚變一事，公開澄清並鄭重道歉。1. 婚禮當日，係我母親方秀琴主動承諾50萬彩禮，事後臨時毀約，當眾失信，率先挑起矛盾，並非梁穎欣女士貪錢鬧事，坐地起價。 2. 梁穎欣女士婚前陪嫁豐厚，自帶20萬壓箱現金，全屋家電，全套三金，真心誠意對待婚姻，不存在騙婚、虛假叉門面等行為。 3. 婚後婚變，全係我方家庭處事不當，背信棄義導致我方後續存在惡意造謠、抹黑詆毀、短信辱罵、上門尋釁等違法行為，對梁穎欣女士的名譽、工作、生活造成極大傷害，在此鄭重道歉。 4. 此後我方保證永久不再騷擾、糾纏、打擾梁穎欣及其家人，不再發表任何不實言論，如若再犯，自願接受一切法律處罰。短短一篇道歉聲明，徹底擊碎了周家所有的偽裝，沉寂多日的各個群聊瞬間炸開，所有曾經跟風抹黑我、跟風勸我大度的親戚、街坊、同事，此刻全部徹底沉默。那些說我任性、說我絕情、說我二分不值錢的流言蜚語，瞬間不攻自破。真相大白，所有人終於看清，這場鬧劇裡，誰是惡人，誰是受害者，誰貪心算計，誰坦蕩真誠。與此同時，周家按照調解要求，足額賠付了我的精神損失、取證費用、名譽損失。這筆錢我未有私留，全部轉給我爸媽，算是彌補他們這段時間為我操心、奔波、受氣的虧欠。清晚，我就聽說了周家的連鎖報應。首先是從香港回來調解的三叔公和大伯母，徹底寒了心。他們本是想着後輩婚姻不義，專程回來幫忙調和，想着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保全兩家體面。結果全程被周家當撐屎，被虛假賣慘蒙蔽，當眾丟盡臉面。兩位香港長輩回去之後，直接在周家中族群發聲，直言方秀琴自私劫隘，毫無誠信，拜呸門鳳。周俊賢懦弱無能，沒有擔當，是非不分。從此香港周家宗族徹底不再插手，不再幫扶他們一家，徹底斷絕了他們多年以來依靠香港宗親資源做生意、找人脈的所有門路。對於靠着香港資源做小貿易生意的周家來說，
這無疑是斷了大半生計。緊接着，周俊賢的工作徹底受創，他在本地一家貿易公司任職，圈子很小，鄰里街坊、同行同事大多互相印字。這場婚變鬧劇，造謠網報、派出所立案的事情傳開之後，公司領導得知他品行不正，惡意造謠報復前妻，處事極端拮隘，直接對他做出降職降薪、調離核心崗位的處罰，同事人人避之不及，未人願意和一個背後玩陰招、心胸拮隘、人品有虧的人共事。他在公司徹底被孤立，前途盡毀。而最慘的當屬方秀琴，他本就有心臟舊疾和高血壓，婚禮當天被氣到病發住院，船沒徹底休養好，又接連經歷當中打臉、求和被拒、全網道歉、立案追責、中續唾棄、危子事業受挫的連環打擊，連日焦慮、羞憤、悔恨交織，讓他徹底熬垮了身體。道歉聲明發出的清晚，他再次突發心絞痛，連夜被送回醫院。這一次直接被醫生勒令住院長期觀察，再也經不起半點情緒波動，一輩子精明算計，處處想佔便宜，事事想拿捏別人的他，最終算計來算計去，算計垮了危子的前程，算計沒了自家的人脈資源，算計毀了家裏的名聲，最後算計垮了自己的身體，妥妥的自作自受，惡有惡報。街坊鄰里也徹底看清了周家的真面目，往日你和他們交好走動頻繁的親戚朋友，全部沾沾疏遠，大家心裏都清楚，一戶沒有誠信，不懂感恩，擅長顛倒黑白，遇事只會撒陰招的人家，不值得深交。短短幾天時間，周家徹底淪為整條街、整個商圈的笑柄，昔日熱鬧的家門變得門可羅雀，無人問津，有人同情他們落得如此下場，我卻只覺得無比公平。所有後果都是他們一步步親手造就的，種惡因得惡果，世間從來沒有例外。風波落幕之後，我徹底回歸了自己的生活，褪去婚姻的枷鎖，褪去錯付的感情，褪去無休止的糾纏，我活得前所未有的輕鬆通透。公司徹底澄清了所有謠言，領導同事都知曉了全部真相，不僅沒有半點偏見，反而更加認可我的沉穩理智，處事果斷。原本被刻意孤立的職場環境徹底恢復正常，我的工作越發順利安穩。週末的時候，我會陪着爸媽逛街飲茶、逛菜市場，回老家散心，褪去婚禮鬧劇的陰霾，家裏重新恢復了溫暖安穩的氛圍。我不再糾結過往的對錯，不再惋惜3年的付出。那些真心錯付，那些委屈難堪，那些風浪波折，都成了催我成長的經歷。大概1週後，我偶然從共同的街坊口中聽到了周俊賢的近況，他徹底後悔了，日日活在自責和悔恨裡。婚房被搬空之後，夜大的房子空蕩蕩冷冰冰，沒有煙火氣，沒有溫度，沒有曾經的歡聲笑語。他日日守在空房子裡，看着牆上婚紗照殘留的白印，看着我曾經生活過的痕跡，夜夜失眠。他終於幡然醒悟，自己當初到底弄丟了怎麼樣的人。我不要天價彩禮，不要奢侈生活，不求大富大貴，當初只想要一份尊重，一份偏愛，一份踏實安穩的婚姻。我帶着豐厚陪嫁，帶着滿心真誠，帶着3年真心奔赴他，可他和他的家人偏偏用算計、冷漠、羞辱，趁手把我推開。他不止一次偷偷開車到我家小歐樓下，遠遠看着我出門散步，陪爸媽逛街，看着我褪去所有疲憊，眉眼舒展，活得坦蕩輕鬆的樣子，卻連靠近的勇氣都沒有。他知道是他親手摧毀了我們的未來，是他親手弄丟了滿眼是他的我，如今所有的孤單、落寞、難堪，都是他應得的懲罰。街坊說，方秀琴躺在病床上，日日嘆氣落淚，後悔當初一時貪心，非要毀掉婚禮，毀掉人色，毀掉危子的婚姻。他常常對周俊賢念叨，如果當初安分守己，信守承諾，如今家裏早已人孫滿堂，和睦美滿，何至於落得眾叛親離，人人唾棄的下場。可世上最沒用的，從來都是自來的醒悟和事後的後悔。人心傷透了補不回，信任打碎了拼不攏，緣分斷了之後，再也沒有重來的機會。曾經有人問我，有沒有一刻
想過深遠回頭，我的答案永遠是沒有。婚姻從來不是一場忍氣吞聲的修行，女人的通透從來都是及時止損。我可以接受平淡清貧的日子，可以接受兩人攜手打拼的辛苦，可以接受生活裡的雞毛蒜皮，但我絕對無法接受婆家的刻意算計，伴侶的懦弱背叛，磨優子的羞辱和內耗。一場短暫的婚姻讓我徹底看懂了人性，讀懂了生活。真正的婚嫁體面從來不是高雅的彩禮、奢華的酒席、光鮮的排場，而是兩家父母的明事理、知分寸，是伴侶的有擔當、懂珍惜，是彼此雙向的尊重、真誠和包容。周家輸得一敗塗地，不是輸在50碼彩禮，不是輸在一場婚禮鬧劇，而是輸在失信、輸在貪心、輸在人品、輸在格局。而我贏了，我贏回了尊嚴，贏回了自由，贏回了坦蕩的人生，贏回了不被任何人拿捏的底氣。有人說二婚是女人的污點，可我始終覺得果斷離開錯的人，及時逃離深淵，不是污點，是重生。我才27歲，年輕、獨立、清醒，有父母撐腰，有穩定工作，有立身之本。我不必依附任何人生活，不必委曲求全看人臉色，不必在算計和內耗裡消磨自己的人生。往後餘生，我可以慢慢來，慢慢生活，慢慢遇見良人。我依舊敢愛，敢奔赴，敢真心相待。遇不到，我亦可獨自明媚，安然自在。風起風落，潮起潮平，那場轟動整條街的婚變大戲，終究塵埃落定。是惡中有報，天道好輪迴，惡人自有天收，算計自有報應。而我洗準塵埃，褪去糟粕，攜一身坦蕩，度餘生清鳳，不負自己，不負真心，不負往後漫漫人生路。